《穷豪给日记》第3季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游戏、动画、鬼畜、生活 UP 主吃素狮子。其实啊，我很早之前就想去日本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啊。那趁着这次拍中医的机会呢，我可以去日本体验一下各种好玩的地方，其实还是挺不错的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就学了2年的日语，我想这次肯定能够用上我的日语了吧？但其实我发现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次我在节目里面的日语都磕磕巴巴的，就什么私たちここで行く。自己听了都感觉羞愧。其实啊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胆子比较大的人，但是后来山下呢给我们安排了一次鬼屋的体验。我记得我和花少北是一组的，我本来以为我不怎么怕，但是当我踏进这个鬼屋第1秒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其实还是有点怕的啊，所以我就一直在那边唱歌，但没想到花少北所以说我反倒觉得还好了，但至于拍出来是什么样子，我也不太知道，那可以看一看后面的回放吧。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北子哥吧，北子哥这个人还挺有梗的，他的一些接梗能力，还有他说的一些话都很有趣。我觉得搞笑的事情其实还是挺多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比较郁闷了，就是因为他们穷豪游嘛，豪游基本上都是坐豪车吃好的东西，但对我来说，其实这个豪组跟穷组没什么区别啊，因为我吃不了肉，所以说只能看他们。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奖励，但对我来说可能算是一种惩罚了吧。这一次啊，我其实吃到了一样非常非常好吃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带我们去吃的一个火柱拉面。哇，那个拉面真的是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。就是它那个拉面怎么说呢，就是有一股焦的味道，但是呢它没有焦，而且它这个前面的仪式感都非常强啊，特别推荐大家去吃啊。虽然不怎么便宜，但是去日本去吃一次还是非常好。看完第1集之后呢，我觉得很有趣，节目组会把很多搞笑的镜头拼在一起，而且拼到还会在后期加一些他自己吐槽，我觉得还挺有趣的。但对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我第1集可能比较生疏，没有放得太开啊。我觉得后面几集应该会好一些，请大家期待吧。如果下一季还有这个穷豪游的话，一定要带上我，并且让我吃一些好吃的素菜呀。